韩叔，我们和离吧。我跟裴恒旧情复燃了。韩叔，母亲要我们和离。他说如果不和离，他就不把少城主之位传给我。你知道我不当少城主，我会死的呀。我错了，韩叔，你跟楚楚才是官配，我是多余的。你怎么了？啊，腿软。都说了，春宫图的事不怪你。别说那3个字儿，犯恶之源，我再也不是皇后。还说，我其实有话对你说，母亲让我们和什么？和气气，平平安安。还是再做点心理准备吧。少城主，裴思学派人送来东西，送什么东西？裴思学送来红豆给我熬粥祛湿的。红豆乃相思之意，我家公子送少城主红豆为信物，是为了表达相思，不为煮粥。很好，裴恒这是铁了心要与我作对呀。韩少君误会了，城主马上就会下令命您与少城主和离了。当初您与少城主大婚之时，未游街，未祭天，未拜堂，根本不算礼成，何来我家公子与您作对之说？反倒是我家公子与少城主自幼婚配，怎么说也是。白吉，还愣着干嘛？把他给我轰出去！那盒红豆，也给我撒在裴府门前。红豆，大红豆，我来煮粥用的。这回我知道你刚才为什么腿软。哼，和离，我喜欢你，离不开你，这你知道吧？知道。我虽然性情纯良，为人和善，但若被逼急了的话，也是会控制不住我自己的。这你也知道吧？乖。少城主啊，你可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感觉香蕉它变态了。为什么呀？少城主啊，这又来新人物了。水蜜桃原本是一颗无欲无求的桃，一世独立的桃。谁知道这水蜜桃突然有一天对着橙子表白了，你说可怎么办？这水蜜桃敢跟香蕉抢人，他就不怕香蕉杀了他吗？不如就让香蕉杀了水蜜桃，这样矛盾又集中在橙子、香蕉和苹果3个人身上了。不行，这桃子是橙子的初心。这初心是个啥？初心就是全剧中最喜欢的一个人物。哦，这橙子为什么不接受水蜜桃的表白？这样苹果和香蕉就顺理成章的在一起，两两一对儿相亲相爱呀。因为这橙子对这水蜜桃的感情不是那种喜欢啊，明显是橙子喜欢上了香蕉。你别瞎说啊，没这回事啊，没这回事。哎，这水果圈啊，真乱。少城主啊，恕小人多嘴，
您连自己笔下人物的心理都摸不清，你说这观众怎么看得懂啊？你现在别说是人物了，我连我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都搞不清楚。怪不得我写不好爱情戏。你看现在这剧情，都乱成一锅蛋花汤了。这，别人现在这个结局怎么也续得下去啊？那少城主啊，您还有没有写什么其他的桥段，让小人跟你参详参详啊？好问题。那一天，原本是苹果姐姐绣球定亲的日子。大郡主夫婿选定，苏木苏公子。那再然后呢？但是没想到，这香蕉引爆了全城。保护大郡主！我去！日子也不远了，七夕也快到了。可是少城主啊，这现在前面的剧情已经变化的太多了，有些情节甚至都没有发生过。那这香蕉不可能还走老路啊！可这香蕉，它本来就是只大老虎啊，被当了病猫这么久，千万不能不发威啊！玄虎灭花园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参见少君。少君，我等此行是奉玄虎城城主之命前来。此行的目的是为提前在城中埋藏炸药，等七夕节花园城城主花车游街之时，点燃炸药，将其除去。花园城群龙无首，必将大乱。到时里应外合，一举攻占花园城。此事时机未到，我再考虑考虑。您的心疾已然痊愈，如今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？难道还要像现在这样，假意对花园城俯首帖耳，顺服一辈子吗？只要我们强占了花园城，那乌石矿就自然是我们玄虎城的了。凡事听我安排。你们知道擅自行动的后果。是。